老师啊，要不要紧先吹？不要紧。我们这个4号啊，来准备音乐的话，咱这个叶丁稳啊，要唱我的歌。但是呢，啊，伊要信用起见，伊讲要唱进前，叫老师先音乐满场走，伊讲要向咱裁判老师解说一个问题，来请讲。迄个咧唱进前吼，先甲咱各位乡亲讲一下。伊这段歌内底有一段歌词是讲，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落乱飞。啊，这是原底歌词，也是工会所唱。啊，但是我知影迄个音乐系统，因会加一字油啦，自由的油，伊会加讲由我的心痛落乱飞安尼。啊，所以我想要报告讲，我确定是唱我的心痛落乱飞。啊，这毋是唱唔对去啊！各位乡亲吼，甲咱乡亲主持人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我过来这首我的歌，谢谢。
才过去。